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亚洲，已经去到新加坡，外国媒体也伫咧风声讲，上紧明仔载到台湾，和总统蔡英文见面。今日中岛国道3号路南伫咧大溪路段发生游览车并车意外15人受伤，可能是换车道的时阵弄到火车才并车。国内伫今仔日出现16000多的本土病例，出现这3个月以来上较少的病例数。不过北部社区也出现2个 BA.5 病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亚洲，头一站去到新加坡。这佩洛西敢会来到台湾呢？这可能牵涉到台湾、美国、中国的关系。外国媒体有人讲，可能是8月初2、初3会到台湾，不过也有人讲是初4到位。但是外交部表示，对这行程无任何评论。警用机车开道之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团车队进入新加坡总统府，拜会总统哈利玛雅科布加总理李显荣。访问团是伫台湾时间初透早到新加坡，的时间要去马来西亚。新换有众议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克斯、高野戴尔班、克里什纳穆西、金安迪等真济位众议员。国际国家关心的是后续是不是来台湾？对于外宾的来访，我们都会做最妥善的安排，而相关的时间、期程等等，也当然都尊重访宾的规划。关于相关的报道，我们目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要跟媒体朋友们分享，我们也没有其他的评论。佩洛西众议长如果赴台，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严重破坏中美关系，导致非常严重的事态和后果。咱记者无意讲，中国对佩洛西来台态度也无改变，甚至伫沿海军演表达不满。头者分析，佩洛西这摆也是美中博弈的一部分。蔡政府低调回应是正确态度。那佩洛西来台，中国会关注访问团甲台湾的对话甲活动。台湾也注意后续美中民主来华之争是不是影响台湾的利益。如果今天佩洛西来台湾不受到中国的影响，事实上是美国给全世界一个信号，说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跟如同支持其他国家的民主一样，能够对抗中共的霸凌。在中美之间，它这个交易啊，就是面子跟里子之间那个交易的过程当中，会被我们作为代价，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学者分析，美国甲中国会伫这事件试探对方底线，若无过度倡导，也是会回美中大国拼场，各地国家利益的攻防。华盛顿邮报报道，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时间伫初2暗时、初3早起，法新社报道时间是初4。不过外交部无任何评论。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日中岛国道3号路南所在，伫咧大溪路段发生一站客运并车意外，造成10个人受伤。这站事故也或者塞车塞2公里长，目前受伤的民众拢是轻伤的。根据着警方的调查，可能运将伫咧换车道的时阵，弄到倒边的货车煞来并车，事故原因目前正在调查。大型大吊车停伫国道，准备处理事故。现场救护车的声音不断，因为国道3号路南57公里大溪路段，初1中昼发生一件大客车并车的事故。因为大客车翻伫咧3个车道，地速后壁积至少2公里。警消缉捕了后，调派大型人力前往处理，各加速摆渡状况。在游览车上总共有1名司机以及19名乘客，现场有15名伤患需要送医。那消防队陆续将其送往国军804医院、中立天成医院以及联新医院。大客车顶包括驾驶甲乘客拢总20人，伫警消到现场进前拢顺利为安全门逃走，其中10个人轻伤，紧急送医治疗拢无要紧。蔡男驾驶 A 车。一列大客车疑似因变换车道不当，擦撞由派系驾驶是 B 车，左后车身后失控翻车肇事。本案驾驶人均无酒驾之情形，后续依规定调查处理。警方调查，事故驾驶好亲像因为变换车道无适当，会到倒并车道的大货车了后并车。伊也强调，变换车道无适当是公路事故直接看到的肇事原因。除了会当依法罚上当6,000块以外，若做事故造成重伤还是死亡，会当吊扣还是吊销驾照。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6352个本土病例，出现这3个月以来上介低感染数。另外，讲到这中重症患者有39人，死亡个案也有36个。不过，指挥中心也发现讲，这 BA.5 变种病毒株已经出现伫咧北部社区咯，有增加2例 BA.5 的本土个案。最近拢无出国，才有可能是对社区来的。另外，讲到这桃园机场对今仔开始有免费提供予100数予入境的旅客使用，载客服务有到9个县市。旅客挂行李上车，准备登去进行3+4隔离，为加速入境了后的交通较方便。疫情指挥中心宣布，8月初1开始，桃园机场会免费提供予100数予入境旅客坐，再加上8点9个县市。看到刚好就是8月1号，所以就有接收到那个资讯，就讲说可以人程走走。每天我们一个尖峰时段，大概上午7点到8点，还有下午4点半到8点半，固定每个小时来发车。边境管制慢慢放定，不过BA.5本土病例各增加2例，拢是北部30多岁民众，2人最近拢无出国史，其中30多岁男性7月至少发病就医采检确诊，更多亲人有1人阳性，30多岁女性虽然快筛阴性，不过因为症状一直继续，就采检阳性确诊。这场接触者有1人阳性，2人感染源来自社区，可能性较悬。初步看起来是有这个职场或者是家人的这个阳性的情形，不过，是不是这个彼此有关，还需要再进一步的看定序的结果。越南部遵守这场捐助事件，其中一个员工验出 BA.2，甲进行 BA.5家庭捐助无关系，宣布结案。不过，定数也发现新增加一个Omicron亚型变异株 BA.2.75，为泰国入境。目前国内已经验出2例 BA.2.75境外移入个案。目前来讲，我们还是以 BA.5的这个威胁是最大的。不过，关于这个像2.75这些这个新兴的变异株，仍然会持续的严密来关注。另外，新冠本土疫情初一增加16352例本土病例，是3个月以来新低。中重症有39例，死亡有36例。因为疫情还未平息，小苏宣布通过辉瑞 BNT 囡仔疫苗，紧急使用授权已付费，应用伫6个月到4岁囡仔。每一人爱注3剂，指挥中心强调，已经买190万剂的辉瑞囡仔疫苗，会赶紧开专家会议，但厂商配送都应安排给囡仔来注。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民众，毋若是希望讲这边境会当开放去到外国来佚佗，咱也是希望讲这边境开放会当予外国观光客入来到台湾。咱即摆呢，已经有日本的旅游业者组成这探路草的观光团，希望先来了解到台湾的观光，也有相关规定，甚至敢有安全无？日本20几个观光业者组成的行脚团，初一来到野柳，专程甲民众、媒体拢保持距离，无接触。这嘛是台湾边境自2020年3月封闭了后，头一届有日本团来台湾。昨天因为是进来比较晚，所以隔离的关系，昨天没有排行程。那今天一早就来野柳，依我们这旅游点要做进攻是有点困难，所以我们会为了防疫做好相关的一个措施啊。观光局这届以专案计划向指挥中心提出申请，无受3+4的检疫限制，嘛拢完成 PCR 的检测。4天的行程团进团出。观光局表示，伫疫情之前，日本游客来台上高峰，有到216万人，是中国游客以外，外国游客来台旅游上界多。日本是我们来台的一个主要的入境的人数的比例比较高的国家，所以原则上我们这次是以专案报防疫计划免隔离的方式来邀请。观光局表示，其他国家像韩国嘛有行脚团等咧邀请，这届行脚团主要要让日本人了解台湾国旅防疫的成果，未来国境开放了后，嘛通安心来遮旅游。这日本业者除了观光景点，说落去嘛甲台湾旅游业者来交流，有计8月初3登去日本。记者陈汉报随新北采访报道。继续，咱来关心经济问题。美股有去带动这亚洲股市，不过台股伫今仔日却是表现讲无了解好，落尾是60块，收伫咧14981点。另外，将有可能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来到台湾的部分，去互这外资大量汇出，影响到这台票换美金的汇率，落尾收伫咧29.98块换美金1块，咱的钱有变较薄一寡。
虽然美金指数连续几日降咧落，新台币换美金的汇率，初一以29.97块开盘了后，早起还未10点，都超过30块的关卡，上价要到30.008块，是2020年6月以来的新价。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最近访问台湾的机会增加，互外资大量汇出。中场伫中央银行的介入之下，收伫29.98块，换1块的美金，落价4.2分。整体美元的走势还是维持在高档，做出一个震荡。在走势上面来讲的话，其实亚币也好，欧系货币也好，总和来说，非美货币的走势都还是会比较弱势。外汇分析师表示，现阶段整体美金的走势是以市伫较悬的所在咧起落。接下来交易日，新台币换美金开始有收盘的时阵，收伫30块以上。基本上今年的走势，恐惊是伫30块以上，做出一个区间的盘整。也若台北股市小可有力开出了后，呈现继续力量缩减的走势，市场观察的气氛真高，盘中捌到超过15000，上价有到14886.81点。伫金融、航运、甲钢铁等等类股的带动之下，上场小可落18.38点，收伫14981.69点，成交的金额是1788亿4500万。台币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是往30元大关来回贬，所以这个似乎造成资金有外流的一个情况。到底美国众议院长会不会来台？那这个会不会造成中共进一步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市场也比较担心，所以造成了成交量萎缩。分析师认为讲，全球经济成长率一直在调低，加上有几啊间大型公司开发说会了后，对下半年的预估是真保守。尤其库存的部分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做调整。在产业之间有其他声音的情形之下，股市要发挥的空间就无介多。记者综合报道。工业白皮书8月初一公布，今年工总对政府提出208项产业政策建议。这个工总理事长苗宏强就讲，这前2年真侪台商回来到台湾投资，看起来是有带动经济成长。不过国内这欠顾大项的问题是真严重，甚至会互相抢资源。工总也建议讲，加签1月核电厂延长退休年限，改善这欠电的问题，而且呼吁讲这后半年内唔通再再起电钱咯。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主要是国际燃料的价格起3-4倍以上，也强调咱国内电钱是比别人更加俗。全国工业总会9位成员提今年多发布的工总白皮书交一本，内底拢是对政府提出产业建议。今年有8单元74个议题，总共提出208项产业建议。这是联华信统集团董事长苗宏强接任工总理事长了后第一摆发布工总白皮书。伊讲，这2年台商回台投资出现资源互抢，搁一摆现实国内国缺问题依然无解决。缺工缺料，目前在台湾是非常的严重。按的本地的劳力全部都被这些高科技启用了。工总建议政府应该审慎评估，互即卖核电厂延续扮演比赛人员，唔通形象为能源选项当中排除。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以核电厂2号机为例，强调无法度延续的原因，因为电料池已经满，所以新北市政府卡关，无办法去搭设储存设施。因为9月要开电价审议会，工总发声希望下半年电价唔通起。如果这次再涨的话，会造成真的是造成民怨哈，因为什么都在涨，电价在涨，就像人工在涨，9月、10月这一波呢是不应该再去解决。全世界的这个燃料成本上涨了3到4倍，各国的电价的涨幅都比台湾还要高。工总表示，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是长骨，强调台湾现阶段想要加入 RCEP、CPTPP 并不简单，建议政府应该重新思考，将台湾打造做区域运流中心。国内存的资金导致基础建设欠缺较侪国际人才资金，产业才有机会会当转型。记者综合报道。年底要进行选举了，咱先来看台北市长的一个选战。有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目前有28%的支持率，赢过陈时中甲黄珊珊。不过，这赢面的统计却是输予陈时中。
这个蒋万安伊就口说讲，立赢是用总统规格伫咧拍台北市长的选战。另外，蒋万安的团队认为讲，这不引进补助功劳是伫咧蒋万安的。不过，但是中选认为上界大的功劳是行政院。因来讲到新北市长的选战，立赢参选人林佳龙就呼吁侯友宜，唔通做一个老炮市长，爱以挂保证，袂当去选2024年总统。侯友宜是表示讲，目前伊是新北市长会继续拍拼。签名打卡，台北市立营参选人陈市长设万会展，抢少年票。根据联合报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得到2成8选民支持，领先陈市长的2成6，黄珊珊2成5。按过看好多部分算是输给陈市长。民进党在这一次台北市长选举是用总统规格在打这场选战，这次选战是一个不对称的作战，我是用有限的资源在面对最大的党机器。选战攻防，蒋万安将扩大不现金人工薪资补助方案列为政绩，引起立行立委的反弹。考试已经在研究才质询，是伫挂吊尾。蒋万安反击，民进党要提香对礼拜会使，暗过唔通伫选举的时阵恶意抹黑造谣，但是总是认为上大功劳伫行政院。当然是这个政策的成功跟政策的吸引力够，所以大家就会来争执，就是说我也有讲过，催生这一次的这个不孕症的补助最大的功劳应该在行政院。三卡多竞争激烈，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透早合体市长郭文天参加市政行程，牵走基层。新北选战部分，民进党参选人林佳龙继续加指控之诉，爱侯友宜表态承诺未参加总统大会选举。要一个参选新北市长的人去说他不会在1年后要去参选总统，有这么困难吗？我即马是新北市的市长。我好好啊，做代志，努力拍拼，新北市更加好。最近林佳龙也因为城市外交抢侯友宜，批评新北市国际化程度较低。侯友宜是表示非常重视国际事务，是用多元管道斗阵努力。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同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争议，林志坚的指导教授，也就是现任的国安局长陈明通，昨发声明强调，是以承接林志坚的论文，才交予吴正宏参考的。台北市议员王宏伟今仔日就向教育部检举，讲陈明通是违反学术伦理。不过，这林志坚的团队也来回应这王宏伟，认为这王宏伟是看到一个影就生一个囝。民进党同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案争议不断，伊读台师的指导教授国安局长陈明通嘛，成做争议的目标。因为陈明通7月31暗发声明讲，伊是先修正林志坚的论文相关部分，才交予吴正宏参考。陈明通在这一阵子以来，他所有的作为，事实上已经完全的证明自己已经违反了学术伦理。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伟召开记者会讲，伊的告发陈明通是根据专科以上学校学术伦理案件处理原则的规定，指导教授对学生的论文若是有监督无周全的所在，爱负责任。一定要让他去面对他作为一个指导教授，他应该要面对的责任。不过，林志坚竞选团队总干事陈文平是批评王宏伟根本无了解规个论文事件，黑白指控。王宏伟议员本身，他本来对这个事件是操作他自己的声量，他不求甚解，他可以指控林志坚，也可以指控于先生，现在还要指控陈明通老师。那我想要请教说，那你一开始怎么认知这个论文的事件？王宏伟表示，伊已经发函教育部，教育部也未提出回应。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新北市棒球场工程品质引起正人议论，也引起南亚质疑讲，这前市长林志坚有限制成效表的嫌疑，要求检调来进行调查。当日参选桃园市长的林志坚表示，伊会用正面选战来面对外界抹黑。不过，新北市这棒球场启用了后，受到正人的批评。新北市政府也要请这前兄弟枪的球员林家伟去到现场会勘，特别是决定讲这顶头的红土界钉破过。确保球员在使用时阵会当较舒适。
新竹球场也无验收就开始拍球，引起外界质疑。新竹市工程品质。国民党提出统计资料批评转战桃园市长选战林志坚，过去伫新竹市长任内工程限制性招标比例上过悬，质疑有白标的嫌疑。没有看过市府工程发包这么爱用限制性招标的，有些招标案的底价甚至跟绝标金额一模一样，这跟绑标基本上差不多。透过了抹黑、泼脏水的方式，试图想要影响这次桃园的选举。桃园人所期待的是一个正面的选举，因为桃园人所期待的是一个会做事的市长。林志坚表示，最近的成绩是行政治路以来上大的挑战，伊会心心面对。新竹棒球场启用了后，负面的批评是真多。新竹市府除了启动棒球场改善小组7月31日，阁由代理市长陈忠贤，也有前兄弟象保守林家伟现勘，就决定爱中铺红土。优先改善内外野红土草皮、牛棚、打击视觉区与固定式转播平台4大区域，每周1次改善会议小组，持续与中职专家、球员等单位沟通合作。林家伟现勘建议，申请白场地佮野水改善场地状况，佮铺新的红土。市府表示，依照改善小组的决定，伊图表面上软的红土佮用chất，然后佮补充灰仔土甲表层红土，确保因素是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有一个记者7月30为着要翕纪录片，伫咧缅甸翕民众抗议活动，出去互缅甸的警方用翕示威活动的罪名，甲伊翕掠起来。这是日本记者采访缅甸抗议活动第2届警方掠起来。另外发动军事政变超过1年外的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伊是第2届宣布要搁再延长半年的机密状态，表示国家要恢复和平，依法举办选举，搁需要一段时间。发了口号，伫街路抗议，这是缅甸为去年2月以来发生政变了后，常常会当伫大城市阳光看到的状况。不过，今麦所日本男记者久保田彻因为记录示威活動，被缅甸警方逮捕。日本官方呼籲趕緊放人。日本大使館はミャンマー当局に対しまして当該邦人の早期解放を働きかけており、引き続き情報収集に努めるとともに早期解放を求めてまいります。日本媒体 NHK 报道，20多岁记者久保田彻为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咧追踪少数伊斯兰教徒加罗兴亚难民的新闻，去缅甸采访真侪届。今年7月中旬，才打入境缅甸去仰光，要制作政变的相关纪录片。不过8月初5就要登去日本，伊伫采访之前，就已经得到当地政府的采访许可，嘛做真侪准备工作了后才去采访，煞互警方逮捕。这是日本记者第2届采访政变的新闻，互逮捕。去年4月，就捌有日本记者被教育署和缅甸当局以宣传假的信息的罪名逮捕佮起诉，互日本政府用外交管道开1个月时间一直协议，被教记者才互放出来。伫缅甸军方政变1冬半了后，又搁一摆宣布要延长国家紧急状态半冬。这是缅甸的军政府第2届延长紧急状态。军方表示，虽然武装部队努力进步，但国内外恐怖人员甲强暴的人员组织拢在破坏和平。另外，国家要恢复和平，才有法律办选举，佫需要时间，所以佫1届延长紧急状态。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黎巴嫩的首都贝鲁在2020年时阵发生港口大爆炸，在迄当时有一间大型的五角仓库有流落来，不过这内边的五角呢，因为这天气伤过热，急调的煞来导火烧，烧3礼拜了后，这建筑物伫7月31日开始放弃啊。徛伫贝鲁特港口半世纪，有48公尺悬的砌床啊，面向北方的建筑物，向崩塌，也出现真大的土粉，真大的爆炸声，互附近的居民回想2020年8月初4，迄届夺走200多条人命，6000多人受伤的大爆炸。这座大型砌床啊内，因为放3000栋的砌啊，过去3礼拜因为天气真烧热，山发架导火烧起。一日开始，当局出动消防员加阿兵哥来灭火，不过专家警告，真实会互局面更较恶化，就阁下令停止灭火。
因为吸收所产生的臭味，佮吹起港口四周围的主题区，环境部甲健康部门顶礼拜指示居民爱踮伫通风良好的室内，尽量毋通出外。黎巴嫩红十字会也发予居民 KN95 喙暗。اليوم أنا برأيي حرام تضل يعني بتأذي العالم وفي روايح القمح اللي عم بيحترق。去年4月，黎巴嫩政府捌决定拆除切床仔，暗过叫大部抓罹难者家属甲生存者的反对，因争论切床仔可能抑阁有司法当调查的证据甲线索，同时也应该以这场悲剧事件纪念物的身份甲保留落来。暗过北区部分切床仔崩塌了后，民防部门的官员表示，北区其他留落来的建筑也真危险，几座大型建筑其他较斜起强要倒去的部分，原来有崩塌的可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肯塔基州东部当日落大水雨，这水灾是真严重。州长贝希尔表示，已经有28人不幸来往生，这灾情恐惊会愈来愈严重。当地救援队也讲，因为设备伤过旧啊，当地基础设施也因为这个大水雨造成的水灾破坏了真严重，救援变甲真困难。美国国民警卫队也加入救援，因利用直升机甲400多人救出来。雨小可较停落，大水退去了，民众真无奈看到残破的家园，大家小揽伫咧加油。美国肯塔基州东部的大雨造成大水灾，居民伫咧灾后回想到倒撇大水的过程，心内依然是惊惊。Within 10 to 12 minutes, I heard a noise and I raised the window and I seen the water. And I knew I had to get out there. Don't forget about us. This isn't going to be something that's a week or 2 weeks. This is going to be months and years to rebuild. Our infrastructures are horrid. 当地救援人员讲，因为设备伤过旧，佮加上基础设施被严重破坏，互救援工作更加困难。当地伫礼拜依然有差不多13000户停电。美国的国民兵也已经开始斗相共，出动直升机到灾区救掉伫咧内面的人。The weather is really bad. Sometimes that limits our ability to get into there. But our air crews have done amazing work to get in there. In fact, they've rescued over 400 people by helicopter. 肯塔基州的州长讲，包括4个囡仔在内，已经有至少28人因为这场大水而死亡。这是肯塔基州7个月内第2遍拄到国家顶级重大灾难。州长强调，中间的路虽然真长，不过大家也是要努力做。But we have infrastructure. That's making it tough to reach people and to take care of people. Especially in eastern Kentucky, roads and bridges are a lifeline, and we have dozens of bridges that are out that make it hard to get to people, make it hard to supply people. And then water. Entire water systems down that we are working to get up. 不过官员讲，可能会落更加侪大雨，阻碍救援的工作，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增加。美国的国家气象局预测，伫8日一个几波阵雨加暴风雨，肯塔基州伫东部加南部的大水减少，会一直做到当地初一的早起。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94岁菲律宾前总统罗布斯伫昨过身啊，咱驻菲律宾代表处有向菲律宾政府也个前总统的家属表示慰问。罗布斯甲台湾也有真深的关系。罗布斯的老爸捌伫咧断交进前伫台湾做大使。罗布斯做总统期间，前总统李登辉也捌用度假外交的方式去访问，甲罗布斯会面。菲律宾前总统罗布斯7月31因为新冠肺炎的并发症，伫马尼拉过身，才到94岁。针对这点，外交部毛表达哀悼甲慰问。敬请我国驻菲律宾代表处向菲律宾的政府跟罗姆斯的前总统的家属来转达我国政府跟人民诚挚的慰问。罗布斯从1998年总统卸任了后，几月届拜访台湾，拜会前总统陈水扁、马英九，甲现任总统蔡英文。伊长期关心台湾安全甲经济情势，嘛协助台菲官方甲民间的合作甲交流。亲像2011年，菲律宾甲涉嫌下国诈骗，台湾就个嫌疑人遣送去中国。罗布斯访问台湾的时阵，都想办法要来化解双方的关系。Maybe Taiwan will have a hard time replacing those numbers of intelligent, skilled, hardworking, Christian, and English-speaking Filipinos if they were pulled out
or maybe if they were deported. 罗茂苏在1992年到1998年担任总统的期间，迄当阵中华民国的总统李登辉，捌在1994年以度假外交的方式访问菲律宾，甲罗茂苏见面。迄当阵虽然有中国的压力，罗茂苏也是亲身去苏比克湾迎接李登辉。这次成了李总统以度假的方式到菲律宾去访问，没有破坏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情况下，跟台湾的这个互动对我们跟菲律宾来讲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了哈。学者表示，罗茂苏甲台湾的缘分是真深，因老爸伫咧台湾长高进前，捌做驻中华民国大使，伊细汉的时阵就捌住伫咧台湾，所以甲其他菲律宾的总统来比，伊对台湾是加正有认同感。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擦价重原财，毋过擦青就该败。这条新闻要来提醒到咱的观众朋友，家人周如民也就是仔仔，伊买这欠钱保险单，刷去互保险员骗3000多万。细房的嫌犯用公司名义买欠钱保险单，所以因为这金额伤过悬，一期就要立这个600多万，这嫌犯就利用讲会去互政府查税啦，互人当作是洗钱一个假理由来解拐，建议讲爱用现金来甲伊骗3000多万。目前台北地检署也依照早期罪，甲一个保险员起诉。以团体 FC 出道艺人周如民仔仔演出真济出戏出，两花三地正红。2015年甲如红嫣结婚，婚后翁仔某点点生活。最近传出甲牵手如红嫣去互保险经纪人骗3447万外，这个消息引起众人关心。同性被告与被害人为友人，涉嫌刑法诈欺取财罪嫌，检察官侦查终结，提起公诉。根据检警调查，2018年周如民甲牵手如红嫣各买高额赌脱险，原本设定6期，每期684万自动转销缴钱。不过姓房的保险经纪人讲，因为金额伤悬，会互人查税，也是互人想讲洗钱，建议用现金缴费。佮讲家己会当替伊缴纳，而且伊缴了后壁基数有优惠，成功骗3477万外。最安全、最方便、最实惠的方式，就是透过银行自动转账。因为透过银行自动转账的方式呢，有些保险它有时候还会有1%的这种折扣。北检起诉书中，这个姓房的保险经纪人以公信保经名义卖婉雄人寿6年期赌脱险保单，公信保发声明讲，伊毋是公司的员工。内部都查过，根本不是我们公盛保险经纪人的业务员，他报聘的资料也没有在公盛过。保险经纪公司呼吁，无论保费多少，为着自保，千万唔通用现金，搁较莫拜托人交钱。建议民众去银行汇款，也是用信用卡扣钱，留金流记录，才有缴费证明。记者综合报道。云南会到今已经成立3年了，云南会所落来调查范围会增加到太空调查，亲像发射卫星的火箭安全，也会打算成立工程中心，正做这证物保存甲事故分析的基点。飞安会转制云南会届满3周年，再去邀请航空铁路业者进行交流研究。副总统赖清德受邀请出席，当中指示云南会应该爱较主动的。我们主动的、有计划的去进行评鉴，预防重于治疗。我们要竭尽我们所能的，去善尽我们的责任。进前是飞安会的云南会，是伫2018年代替普悠玛事故意外了后，才设立独立调查机构。调查范围为航空到水路、公路也甲铁路。2019年成立以来，经过南方澳大桥登去。乌鹰直升机落来，也有太鲁阁清水泵坑事故这重大案件的调查，所来调查范围原来会到太空的安全，亲像发射卫星的载具火箭安全，也计划成立工程中心来保存甲分析事故证物。运工中心大概顶多再增加8位左右，但是对于太空的话，大概需要1个委员，再加上7到8位的专业调查官。运输学者是讲，调查专业人才养成无简单，是未来云安会研究人才一大挑战。安怎透过独立调查机构促进交通安全？学者认为，爱搭配组织改造，落实运输安全的改善。组织面，一个是全国性的交通道路安全委员会，第二个就是交通局这样一个设立。运输学者是讲，交通安全毋若是重大运输事故的反省，爱阁为教育执法，也甲交通建设各方面做起，才会当全面提升交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真侪民众呢，甲这个动物买回来订做宠物，若准唔是家放到野外，亲像是车皮、杜丁啦、红魔鬼，甚至是对动物园走出去这无保鸟，拢会损断着咱的生态。伫南投的日月潭，最近就有民众看到这外来种的鱼虎，本来是想讲有甲因处理起来，想袂到抑个规大收。就学者建议讲，会当甲当地渔民来合作，甲因掠起来，甚至甲因食掉。毋过要互因断种，恐惊阁爱一段真久的时间。像鱼虎啊，鱼虎小只的时候就是红色的啊。外来种鱼虎伫日月潭真济，当年差不多5月底就会出现结规球的鱼球，危害当地生态。不过今年一直到7月28，才有民众暗时钓鱼的时阵，才发现规定细只鱼虎，创下最近上万发现的纪录。那只有鱼鼠6只啊，是6只来讲了，里面的蛋啊，我们慢慢在那用有没有？这大致上算一下了，应该是将近8000多颗啦。那以往的话，大概都是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今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大量发生，的确是比往年的经验还要晚了很多了。县政府表示，鱼虎学名小盾类，上大尾有1米3、24公斤重。鱼虎防治伫国内并无制定流程，嘛无收购机制。农业处敢若会当伫有限的预算，鱼球出现的时阵用电的。农业处学者是强调，目前并无鱼虎长期统计数字，无法度推测是安怎今年鱼球较晚出现，防治大家爱有长期控制的准备。要长期抗战是第一个要务，第二个是慢慢的把一些的主力啊，再拜托在地的渔民跟渔会合作的继续的持续下去。农业处指出，2020年电鱼虎的数量有8000尾，2021年增加到34000尾。今年要甲渔民合作加强监测，适时降低鱼虎的数量，通维护潭区其他鱼种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所来这条新闻要来提醒观众朋友，伫热天时耍水就要注意安全。新北市有一个细地查甫人含厝内面的人去到花莲耍这个 SUP 过船的活动，不过煞来渡水不幸死亡。落尾也发现讲，迄天的2个教练拢无救生员的执照，所以家属就去告业者。检方调查了后，发现细地查甫人事先也无讲有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就无起诉业者。不过这业者无替人客保险，落尾是判业者爱赔人80多万。田中反天权真欢喜翕相，新北市这细地查甫人2010年时阵，甲亲人到花莲从着海埔体验 SUP 入场，毋过活动期间，而且教练上一等滑顶休困，教练爬起伊的奖棒时阵无设置冰船，伊跋落水了后，副奖棒等于滑边发生渡水，互家属无法度接受。他当时业者配给我们的2个教练，一个是未成年的16岁，一个没有救生员执照。执照又过期，带回去没有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而导致最后的溺水结果。家属告去法院，法官认定细地查甫人伊的死因可能是心肌梗塞病变，所以判业者无过失。因为被害人本身有心血管的疾病，而且他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告知，所以这部分导致于被告这边就没有办法。预料到。法官也针对业者无为客户保伤害险的部分判赔83万，业者低调表示尊重司法判决，不过有为游客保团体意外旅游险。一般会对游客进行什么样的投保？团体的意外旅游险这种，团体的意外险，团保。那还有其他的险？没有啊，像那种旅游险的话，个别像很多都是他们参加旅行社才有那种个别的个人的旅游保险。花莲法院认定业者无依照投保规定为被害者保伤害险，互关顾无法度受理伤害险死亡给付，依并法相关规定已经违反保护他人法律，所以依照投保的赔偿金额比例来算，判决爱予以赔偿。专案应搁上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 SUP 放仔船的伫屏东小琉球也造成众人的困扰。最近歇热，尤其是吵，而且真流行的这独木舟 SUP 设备蹲到规个海边啊，也影响到附近的居民。一寡沙埔无道管理，当地风景区管理局也是真无奈。透早来到海边，就看到沙滩顶满独木舟甲 SUP， 屏东小琉球暑假有真侪游客，居民进前就真不满，耍水甚至买早顿拢爱甲游客抢，但即马是连游客拢看袂落去。后水群礁这里玩，
但是怎么这里都是人家在玩 SUP 啊独木舟，我们又跑到大湖这边玩啊，结果也是一样。沙滩甲海上拢是游具，互游客烦恼囡仔安全问题。高少大覆西甲中后顶沙滩，因为无适用渔港法真歹管理，虽然海渔所顶单位一直劝导，部分业者照常搭游具顶伫沙滩，互居民生态甲观光发展的冲突愈来愈严重。并不是说发展观光部可以反思到，就是小琉球还需要这么多的游客吗？或者是还需要这么多的业者或者是民宿进驻吗？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暑假各愈互人看到小琉球游客过量的问题，为着降低居民的不满，批管处等单位近期准备开会讨论管理的办法。这些开放空间要如何去怎么做管理，这涉及到相关机关之间的联系，还有一些法规的问题。然后我们要研拟机关之间的一些协商机制之后，再跟我们这些业者来沟通协调。环团认为小琉球一直发展观光，煞无做更较侪的规范，政府应该赶紧定出像总量管制等管理的办法，卖互居民也是当地的生态，一到大尾就要甲游客业者抢生存的空间。记者陈环武、柯正俊屏东报道。高雄某一间国小的音乐自由班，一直拢是聘请外口的人来指导学生专业课程。不过，伫去年有家长发现讲，其中一名已经教10年的老师，伊的硕士学历竟然是假。学校查明了后，也要告这个老师跪做本书。教育部也要求学校检讨这聘用流程。毕业典礼，学生送礼物表达对老师的感谢。高雄新营区某国小的音乐自由班聘请业界人士，予学生囡仔从事专门课程，由选课学生的家长家己付老师的钟点费。不过，去年有家长发现，其中一个姓出来老师硕士学历是假。那个和声不太对劲，去关心孩子到底是在弹什么，去看，然后发现，老师上面真的是写这样，可是孩子这样弹，那连孩子自己本身就跟我讲说，妈妈，我觉得这地方怪怪的。在跟孩子详谈之后，才发现说，其实老师上课是有。几个家长迄个时阵对老师的学历提出质疑，不过学校讲学历无问题，家长阁要求提供相关学历毕业证书，学校说讲无方便提供。姓出来老师是民国100年请的，一年签一届，过当年伊提供中山大学音乐硕士毕业证书，尾仔就一直续聘。去年家长甲中山查证，却发现无这个毕业生。聘任兼教学品质良好，并无教学不当等相关情事，故本校仍持续聘用。另蔡小姐因提供不实学历，致发生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之部分，本校已依相关法规处置。这件代志被扛了后，老师已经主动请辞。学校虽然提过伪造文书，不过嘛肯定老师的教学，替伊求情。法院7月中判2个月徒刑，缓刑2年。另外，姓出来老师虽然伪造硕士学历，不过领的是学士级的钟点费，学校会另外求赔偿。教育局也要求学校爱检讨并改进聘用流程。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委员会中央社和3个摄影师合作举办台湾人权摄影特展，透过相片讲出台湾人权伫关注民族、性别平等甲移港一点。相片内底是30多年前引起大众关注的走族原住民唐英新，另外一张是礼拜四满满拢是移港的台北车头。国家人权委员会举办摄影展，用一张一张的相片讲出台湾人权的进展。2、1，国家人权委员会向光而生。台湾参展的其中一个摄影师吴祖明，30多年前捌翕过原住民族正名运动，前几冬伊重新用镜头记录这运动者现在的生活。想要再回去找找这30年我所拍的这些当事人，我想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到底30年的这个原住民运动呢，对于他们的影响是怎么样？这届摄影展除了原住民族以外，嘛有性别平等加移港的主题相片。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表示，8月初1拄好是委员会成立2周年，希望无同族群的人伫台湾拢有平等的权益。这些权利，我们都是踏在前人的肩膀上，一代一代的努力，才有今天。陈菊讲，人权永远拢进步无够，委员会会继续自我要求甲反省。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
伫咧台南的六家有一间5家古厝，超过60年的历史。因为子孙真有心，把这老厝整修，保存传统的建筑。最近都元港要开放予民众参观，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整修甲新点点的老厝，犹原保留古早味，徛伫咧乡野当中，充满时代感。这是伫咧台南市的六甲区赤山林湖岩附近的5家老厝，自1958年起到今，已经超过1甲子。屋瓦呢，整个呢翻掉，发现里面的屋瓦的一个竹子呢，都非常的老旧了、腐蚀了，后来就把它更新完，变成木造了。那现在呢，那个竹子呢就在这边当栏杆了。住户吴先人表示，因为旧厝需要整修，佮请师傅专工保留老建筑的元素，为厝顶到涂骹铺的砖仔，也佮有镜晒窗，希望后代未来也会当看到这款充满文化意涵的建筑。中间呢，这边有一个止铺，停止的止。客人来到这边的话呢，他就停下来了，主人呢就出来迎接宾客，欢迎入内。在上面那个地砖呢，就可以一个进入的入。面对愈起愈侪老仔厝的现代社会，5家的子孙选择将这间老厝整修甲好势好势，佮开放一般的民众来参观，互渐渐消失去的传统正新互良，会当继续保存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新市有一位退休的老师叫李山如，因为对台语声调有兴趣，参加新港社的台语文化班，落尾也开始创作台语歌曲来做伙来欣赏。水开的诗词配合浪漫的 melody， 这条台语歌是退休的国文老师李山如所创作的。伊对台语优美的声调真有兴趣，所以来参加新港社内社区的台语文化班。伊也甲家己写的歌曲参社员分享，社员也拢讲写甲真赞。这2礼拜发表了后呢，这个内底的学员呢，学习啦非常认真啦成果这样是大家拢会当来朗朗上口山如老师有够无简单，甚至阮学员咧做诗做词，伊就甲阮谱曲甲阮安尼谱，就甲阮教，我感觉真好。过去社员写好诗词，批曲拢是亲像苏桂红、江水调这寡别人写的曲，毋过煞后若要出册，就搁爱烦恼版权的问题。即摆李山如家己作曲，就会使解决这个问题。阮社内过去同学拢有咧做诗词，但是阮的诗词呢，拢无曲通好用，所以老师拢用一寡古早的特曲反用。最近又搁要成立一个迄个乐器班，家己作曲，家己同学来弹，安尼时阵咱会当甲一寡古早的诗词，拢用咱家己做的物件来表现。李山如毋但家己写词写曲，伊也指挥社员演奏。希望众人投入台语歌的创作，体会台湾话艺术。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头一波规范无人自驾车的法规，今仔日伫深圳施行啊。业者若摕到这英文许可，就会当伫特定的区域进行相关业务。不过，这车顶暂时还有一个驾驶员来看头看尾。无人驾驶的机动车伫深圳车路行驶，副驾驶座也是有安全驾驶员，万一发生状况，伊会当打动啊。最近不少中国业者伫深圳测试自驾车，包括阿里巴巴投资的元用启行，甲百度合作的汇领智能等。深圳当局也领先全国，伫顶个月通过智能盲联汽车法规，8月初1生效正式实施。运准登记许可业者会当伫市区更加快所在营运。Definitel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utomotive industries. I think first, so we have our much wider area, so we can do the robotaxi, and we can do the autonomous driving testing operation. So this allow us to get in more and more data, and we can evaluate our algorithm much faster. 自驾车业者表示，中国有制造成本上的优势，所以自驾车载人还是送货的发展会真大。In Shenzhen, the capital cost is 1/3 to California because we have a battery supplier, we have the sensors, we have most of the integration we can do beautifully in Shenzhen.
深圳新法规定，自驾车辆驾驶座会当无人控制，不过车内也是要有安全驾驶员，通因应常常发生的状况。万一发生事故，应该要由安全驾驶员负起相关责任。若做车内无配置安全驾驶员，由车辆所属的公司负责。记者坦白讲，新法实施了后，事故发生机会可能会提高。未来若做全面开放营运，可能需要更加侪规范。另外，自驾车产业目前伫中国效力有限，部分业者已经抵上国际市场。不过，自驾车伫中国实施的成果如何，也有待检验。公司新闻詹维敏编译。疫情爆发较大，囡仔的感染率和症状拢比大人佫较轻。意大利的研究发现，讲囡仔肠仔内面的普拉索菌会当增强身体对抗发炎的能力，减少感染甲重症风险，有机会运用伫治疗顶面。伫罗马耶稣圣婴病院，因的人体微生物实验室的医疗团队2年前，甲88个住院的囡仔做采检，因的检体内底其中有68个人感染新冠病毒，16个人是其他的疾病，有4个人是得到多系统发炎症候群。有专家针对肠仔内底菌的状态来做分析，甲住院的囡仔、甲健康的囡仔，还佫有大人重症的确诊者，3组的检体来做比较，结果发现一种菌，叫做普拉索菌。真有可能是染疫了后未变做重症的关键。Che è nettamente maggiore comparato con pazienti sani, ma soprattutto questo batterio viene descritto negli adulti Covid essere completamente assente, anzi negli adulti minore è la presenza di questo batterio, più sono gravi. 普拉索菌会当互肠仔内底的菌维持生态平衡，确保肠仔的功能正常。上界重要的是，伊有抗发炎的效果。罗马尼团队研究发现讲，囡仔体内有大量的普拉索菌，若是去喂到新冠病毒了后，症状嘛相对较轻。若大人体内普拉索菌数量若是无够的时阵，免疫系统较会去互病毒侵袭，致使重症。若其中的因果甲相对的关系，搁要进一步来做研究。There's a missing sort of a direct link between the two, which is very difficult to demonstrate, and only further studies demonstrate similar things can sort of indirectly prove that this is the mechanism and the consequence. 肠仔各项合作是第2个大脑，伫肠仔内底对咱人有帮助的菌，这菌的分布甲生态平衡，甲人体健康有真密切的关系。罗马尼团队按照甲普拉索菌纳入去新的一代益生菌研发的进程，若这嘛有可能会成做治疗大人重症确诊者的方法之一，甚至会当应用伫咧微生物医师的疗法。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所观众朋友来关心天气，讲到今年第6号风台翠丝煞向南寒去，而且讲真紧就会减弱做低气压。咱台湾这几天会受到这阵低气压带影响，会向变大雨。爱到拜五的时阵，天气才较稳定，提醒观众朋友就要特别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就会来看预报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6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